你好 H&M 執完一間又一間。H&M 喺10年前喺香港大肆擴張，當時留下一種快速嘅時裝，並且同西班牙嘅巨企 Zara 並駕齊驅，喺香港搶佔香港嘅大面積嘅鋪位。而恒隆更係 H&M 嘅忠實嘅合作伙伴，為其提供大面積嘅複式鋪位，好似今日嘅蘋果鋪咁樣，真正係市場嘅長勝將軍。恒隆將佢嘅租客趕走，騰出空間改造，當然佢嘅回報係長年期以百萬計嘅租金。近期傳出 H&M 喺港收縮規模，佢所剩已經唔多，印象中只有荃灣嗰邊仲有一間鋪。當年最潮最旺嘅旺位包括咗旺角登打士街、銅鑼灣嘅百德新街，仲有中環皇后大道中。呢間就好似唔係恒隆嘅，究竟呢樣嘢代表緊乜嘢嘅現象？呢啲嘅時裝單價唔會太大，以量取勝，但人流唔夠嗰時候，佢哋就難以經營。我唔係女士，當然唔清楚。或者 H&M 嘅競爭對手而家變咗做 Shein 等嘅網上快速時裝平台。我希望就此作一啲研究，究竟個轉變係來自經濟疲弱、網上平台嘅競爭，定自由行嘅購物模式嘅改變？我持有多間本港嘅收租股，希望佢哋仍然有空間俾佢哋發揮，但而一刻佢哋嘅前景確實較為暗淡。